伫个台南市议长郭信良的带领，包括议员翁玉峰、蔡秋兰、柯志春、黄丽娇、蔡旺全、吴宇环、加严爱达理等议员的共同陪同，17号上午伫个议会1楼大厅举行新春团拜，甲议会所有一级主管、全体员工共同举杯，互相祝贺，并且勉励员工学习进步。新年恭喜快乐，大家恭喜！好，今天借这个团拜的机会，除了向大家问好，也要鼓励大家把自己呢当作新鲜人一样，在新的一年呢，大家要全力以赴。有一些旧的思维呢，我们应该呢比较不符合时代的，那我们应该呢把它摒除掉，用新鲜人，用新的方式来迎接新的一年。最后互相勉励，在竞争中求进步。在永续发展中呢，来求最完美、最快乐的事项。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新春愉快。议长郭信良表示，台南市议会这2天来举办过真侪活动，包括小小的台湾灯会、县市合并10周年的系列活动，拢深受民众的好评。希望新的一冬，所有员工更加自我要求。让所有市民感受台南市议会的进步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